大家都知道，当我们迈入60岁这个美妙的年纪后，可能会开始注意到以前未曾留意的身体变化。或许您会发现，以前走起来毫不费力的路程，现在膝盖会有些隐隐作痛，或者早上刚起床下床时，身体会感到有些僵硬。那双曾经带您四处奔波的双腿，可能感觉比以前虚弱了一些，也不再那么灵活。上下楼梯可能变得比较吃力。虽然我们很容易将这些归咎于老化，但即使某些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感到虚弱和行动不便绝非您注定的命运。这些关节和腿部的感觉通常与胶原蛋白息息相关。胶原蛋白是人体内最丰富的蛋白质之一，您可能在高级护肤乳液或保健食品的广告中听过它。请将它想象成一种将身体各部位粘合在一起的粘住剂，它是我们的肌肉、肌腱、韧带、骨骼和皮肤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它让我们的结缔组织更有弹性，让关节得到更好的缓冲。问题在于，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自然会开始减少胶原蛋白的制造。而且我们所制造出来的胶原蛋白品质也不如从前。这种衰退正是导致我们刚才提到的肌肉无力、关节僵硬以及结缔组织弹性下降的原因。这会延长活动后的恢复时间，让简单的动作感觉变得更加困难。不过，真正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后头。虽然我们无法完全阻止老化过程，但我们可以透过注意饮食来支持我们的身体，帮助恢复一些流失的缓冲力和力量，特别是在关节和腿部方面。我们的日常感受和老化方式深受饮食影响。透过正确的饮食选择，我们可以为身体提供所需的原料，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并强化那些重要的组织。这与神奇药丸或复杂的疗程无关，而是关于您可以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美味菜肴。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探讨10大富含胶原蛋白或极有助于身体生成胶原蛋白的食物。这些食物可以显著改善关节健康，帮助您恢复腿部力量，特别是在60岁之后。这些食材并不陌生或稀奇古怪，您家里的厨房或附近的超市可能就有很多。我们将讨论它们的益处以及将其融入餐点的简单方法。让我们从第一项开始，那就是大骨汤。这在摄取天然胶原蛋白方面绝对是强而有力的选择。现在的大骨汤不仅仅是汤底而已，它是透过长时间熬煮动物骨头，如鱼骨、牛骨或家禽骨头制成的，通常需要熬煮12到24小时，甚至更久。在这个慢火熬煮的过程中，会萃取出惊人的胶原蛋白以及软骨素、chondroitin、葡萄糖胺、glucosamine 和明胶结蜡糖等其他健康成分。所有这些成分都对结缔组织和关节健康有极大的帮助。透过饮用大骨汤，您实际上是在为身体提供容易吸收的胶原蛋白质，身体可以利用它来开始修复和重建的过程。从今天开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为了确保您能持续收到最棒的健康建议，别忘了订阅并开启通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想知道您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如果这段内容让您产生共鸣，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想象一下大骨汤冷却后那种像果冻般的凝胶质的，这代表其中的胶原蛋白非常容易被您的身体吸收。在家自制大骨汤既便宜又令人满足。您可以像肉汤购买便宜的骨头，或利用烤鸡剩下的骨架，只需加水腌过骨头，
加入少许醋以帮助释放矿物质，再加入一些提味的蔬菜，如红萝卜、西洋芹和洋葱，然后用小火或慢炖锅熬煮。当过滤掉残渣后，您就得到了液体黄金。如果觉得从头开始制作太麻烦，也不用担心。现在大多数超市的冷藏区或汤品区都有贩售高品质的大骨汤，只需寻找包装上清楚标示为大骨汤的品牌，最好选择每份蛋白质含量较高的产品，这通常代表胶原蛋白含量丰富。它有什么用处呢？它的用途非常广泛。大骨汤很适合直接饮用，特别是在早晨或晚上，装在温热的马克杯里，像喝茶一样，享用既营养又舒缓。您可以用它代替一般高汤作为汤品、炖菜和酱汁的基底。为了增加营养，可以用大骨汤来烹煮藜麦或米饭等谷物。您也可以用它来为平底锅去炸的 glass， 或在菜肴中加一点提味。透过每天一杯或每周多次在烹饪中使用，将其规律纳入饮食，可以提供稳定的胶原蛋白来源，以协助身体的修复过程。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小习惯会对您的关节感受和腿部力量产生显著影响。这确实是摄取胶原蛋白的绝佳方法。但同样重要的是，协助您的身体有效地自行生产胶原蛋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讨论至关重要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可能常被认为是感冒药，但在胶原蛋白的合成上，它是不可或缺的超级巨星。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C， 您的身体根本无法制造胶原蛋白。在创造胶原蛋白分子的复杂化学过程中，它扮演着关键的辅助角色。没有它，整个过程就会完全停摆。当我们想到维生素 C， 时柑橘类水果通常是最先想到的食物类别。柳橙、葡萄柚、柠檬和莱姆等水果都富含这种重要成分。一颗柳橙所含的维生素 C 就足以满足一天的需求。柑橘类水果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们非常容易融入饮食中。早餐或点心时间享用一颗葡萄柚或柳橙，将现挤的柠檬或莱姆汁挤入水中，或是淋在沙拉、蔬菜或海鲜上。您正在给身体发出信号，开始生产胶原蛋白，而且味道棒极了，明亮又清新。柑橘类水果不仅提供维生素 C， 还含有抗氧化剂和其他健康的植物化合物，有助于保护身体细胞，特别是那些制造胶原蛋白的细胞免受损害。因此，它们不仅提供建造的协助，还提供保护。试著以一杯温柠檬水开始新的一天，在沙拉中加入柳橙瓣，或制作简单的柠檬油醋酱。这些微小的调整可以对身体维持胶原蛋白工厂运作的效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一种从内而外支持组织和关节的美味且提神的方法。在讨论了如何从大骨汤直接摄取胶原蛋白，以及如何透过摄取柑橘类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来增加身体的产量后，让我们看看更多能帮助您拥有更强壮双腿和更健康关节的神奇食物。说到既美味又能帮助身体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另一类食物。这类食物不仅对胶原蛋白健康极有益处，而且非常美味——莓果。想象一下鲜美的黑莓、酸甜的覆盆子、多汁的蓝莓和色彩鲜艳的草莓。莓果在维生素 C 含量上与柑橘类水果不相上下，通常都含有高浓度的这种重要成分。还记得我们讨论过身体需要维生素 C 才能制造胶原蛋白吗？
莓果是另一个极佳的来源，然而莓果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它们富含抗氧化剂，例如赋予蓝莓美丽颜色的花青素 anthocyanins。这些抗氧化剂就像是组织和细胞的微型防御部队，它们有助于防御自由基。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可能会逐渐损害您的身体，包括您正在尝试制造或已经拥有的胶原蛋白。食用莓果不仅提供新胶原蛋白的原料，还能防止现有胶原蛋白的降解，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将莓果融入饮食既简单又有趣。早上在燕麦粥或优格中加入一把蓝莓，混合覆盆子或草莓制成奶昔、果昔，或者吃1碗综合莓果作为精酿的点心。它们可以用于健康甜点或加入沙拉中，增添色彩和甜味。无论是新鲜还是冷冻的莓果，都保有其营养价值。如果您在冷冻库里常备一袋综合冷冻莓果，您就随时拥有这些小小的能量来源，可以随时加入任何食物中。定期将莓果纳入饮食是帮助双腿和关节保持强健和韧性的简单美味方法。好了，我们已经解释了直接提供胶原蛋白的食物，以及支持身体生产胶原蛋白所必需的食物。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构成胶原蛋白的氨基酸，也就是它的基本建筑积木。胶原蛋白主要由甘氨酸 glycine、脯氨酸 proline 和强脯氨酸 hydroxyproline 等氨基酸组成。虽然您的身体可以自行制造其中一些，但从饮食中摄取可以为建造过程提供现成的来源。鸡蛋，特别是蛋白，富含脯氨酸和甘氨酸，是这些必需氨基酸极佳且容易取得的来源。将鸡蛋视为大自然提供的完美微型蛋白质包裹，其中包含形成结缔组织所需的精确氨基酸。您的消化系统会将鸡蛋中的蛋白质分解成这些独立的氨基酸，随后被吸收并输送到制造胶原蛋白的细胞和其他需要的地方。因此，保持这些建筑积木的充足供应，对于身体胶原蛋白合成的顺利运作至关重要。不仅仅是蛋白，蛋黄中也含有健康的脂肪和其他营养素，包括有助于胶原蛋白形成的硫素麸。鸡蛋的吃法非常多样化，简单的欧姆蛋、煎蛋卷或炒蛋早餐，能在一大早就为身体提供这些重要的氨基酸，是开启一天的绝佳方式。水煮蛋是很棒的携带式点心，也可以用来制作蛋沙拉或加入生菜沙拉中，甚至在烘焙食品或其他菜肴中加入鸡蛋，也有助于您整体摄取更多这些健康的蛋白质。对于许多人来说，鸡蛋是获取优质蛋白质和特定氨基酸的一种便宜且简单的方法，这对我们随着年龄增长保持肌肉和关节强健至关重要。随着我们继续探索对关节和腿部有益的食物，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海洋中丰富的鱼类和贝类。除了是优质的瘦肉蛋白来源外，这类食物中有些还含有胶原蛋白，并提供作为胶原蛋白制造过程辅助因子的重要矿物质。例如像蒸鱼和鲑鱼这样的富含油脂鱼类，其骨头和鱼皮中的胶原蛋白含量特别高。即使我们不一定会吃骨头或鱼皮，但烹饪过程可能会让一些胶原蛋白渗入鱼肉中，就像陆地动物的大骨汤一样。用于骨熬制的鱼汤是另一种直接的胶原蛋白来源。除了直接提供胶原蛋白外，海鲜和贝类也是铜、copper 核心子气的绝佳来源。虽然它们可能不是您首先想到的营养素，但这些营养素对胶原蛋白的健康出奇的重要。制造胶原蛋白的酵素依赖锌也有助于受损胶原蛋白的修复。铜则部分参与了强韧胶原
蛋白纤维的形成。如果您摄取的锌合铜不足，身体制造和保存胶原蛋白的能力就会受到阻碍。这些必需矿物质可以在牡蛎、虾子和螃蟹等贝类，以及鲑鱼、尾鱼和沙丁鱼等鱼类中找到。每周在饮食中加入几次鱼类或贝类，可以大大增强您的胶原蛋白支持系统。不错的选择包括烤鳕鱼、前煎鲑鱼、炒虾仁，甚至只是在苏打饼前上放上沙丁鱼罐头。像鲑鱼、蒸鱼和沙丁鱼这类油脂丰富的鱼类还富含 Omega-3脂肪酸，这是极佳的抗发炎剂，有助于关节的舒适度和活动力。因此，吃鱼不仅仅是为了增加胶原蛋白，还旨在减少发炎，因为发炎会加剧关节僵硬和疼痛。这是一个强大的组合，既能让您的双腿感觉强壮有力，又能支持整体的关节健康。我们已经检视了一些重要的角色，他们要么直接提供胶原蛋白，要么提供所需的建筑积木和支援。不过，故事还没结束，还有更多美味且容易取得的食物可以支持这项重要功能，保持双腿强健和关节灵活。大骨汤是一种已被食用了好几世代的强力食物，最近又经历了一波显著的流行。大骨汤不是普通的清汤，它是透过长时间，有时长达12到24小时或更久熬煮鸡、牛或鱼的骨头，并加入少许蔬菜、香草和香料制成的，因为这样有助于从骨头和结缔组织中去胶原蛋白和其他健康物质，如凝胶、葡萄糖胺和软骨素。这种缓慢、温和的烹调方法至关重要。优质的大骨汤冷却后通常会呈现果冻状，这表示释放出了惊人的凝胶，也就是煮熟形式的胶原蛋白。当您喝大骨汤时，基本上是在摄取身体非常容易吸收的胶原蛋白及其成分，把它想成是为身体提供直接的原料来源，用于发展和修复自身的结缔组织，例如支撑腿部肌肉和骨骼的组织，以及关节中的软骨。这就像是直接提供预制好的零件给施工队伍一样。尽管您的身体仍然需要维生素、锶和其他营养素来产生新的胶原蛋白纤维，但食用大骨汤可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特别是当我们的自然胶原蛋白产量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时。将大骨汤融入饮食非常简单，且令人感到无比舒适。您可以只喝一杯加了少许盐和胡椒的温热大骨汤，这非常舒缓，尤其是在寒冷的天气里。它也可以作为酱汁、炖菜和汤的基底，立即提升餐点的营养价值。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用大骨汤代替水来烹煮米饭或藜麦等谷物。现在大多数超市都有供应高品质的大骨汤，但如果您想尝试一下，用剩下的鸡骨或牛骨自制不仅令人满足，而且通常更便宜。只需记住，胶原蛋白的浓度取决于熬煮的时间，所以请务必选择大骨汤 bone broth， 而不仅仅是一般的高汤 stock broth。将大骨汤纳入您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是给您的腿部和关节一个由内而外的温暖营养拥抱。现在让我们将焦点从直接的胶原蛋白来源稍微转移到一组对协助身体制造新胶原蛋白和使用现有胶原蛋白都极其重要的营养素。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绿叶蔬菜，像是菠菜与伊甘蓝芥蓝菜、瑞士甜菜，甚至普通的莴苣等超级食物。虽然它们本身可能不含胶原蛋白，但它们是营养宝库，充满了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这些都是胶原蛋白合成与维护过程中复杂反应的重要辅助因子。请记住，胶原蛋白的形成依赖维生素 C。许多绿叶蔬菜，特别是菠菜和羽衣甘蓝，都富含维生素 C。然而，它们也贡献了其他必需营养素，例如绿色食物中大量存在的维生素 K， 有助于骨骼健康，这与关节健康和腿部稳定性密切相关。绿色蔬菜中含有的另一种元素是镁 （magnesium）， 它对许多身体功能至关重要，包括神经和肌肉功能，这对腿部力量和活动力很重要。绿叶蔬菜也是抗发炎和抗氧化化合物的极佳来源。长期的发炎会损害胶原蛋白，并加剧关节的僵硬和不适。每天食用绿色蔬菜有助于身体对抗发炎，保存现有的胶原蛋白，并为新组织的形成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将绿叶蔬菜想象成是为身体的胶原蛋白制造工厂提供必要的设备以及前进、安全的工作空间。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绿叶蔬菜有很多好处，而且不必很乏味。午餐或晚餐搭配一份简单的沙拉是经典的选择。早上可以在果昔中加入一把菠菜，您几乎尝不出它的味道。用橄榄油和一点大蒜，这也是对胶原蛋白友善的食材。清炒绿色蔬菜就是一道美味又简单的配菜。在汤品、炖菜、砂锅菜甚至炒蛋中加入菠菜或羽衣甘蓝，都能大大增加营养价值。这不仅是维持胶原蛋白健康的关键，也是维持整体活力和健康的关键。这直接影响您的双腿和关节感觉有多强壮和能干。试着每天吃1到2盘绿叶蔬菜吧。继续讨论胶原蛋白的必需维生素，让我们来谈谈甜椒。彩椒，这是另一种色彩鲜艳且用途广泛的食物。无论是红色、黄色、橘色还是绿色，这些美丽的蔬菜都富含维生素 C。事实上，与柑橘类水果相比，红甜椒每份的维生素 C 含量甚至可能更高。因此，它们是身体制造胶原蛋白的强力盟友。请记住，维生素 C 对于活化将氨基酸结合在一起，以创造强韧胶原蛋白纤维的酵素至关重要。无论您吃了多少氨基酸，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C， 您的身体就无法适当地制造胶原蛋白。除了维生素，甜椒还富含其他健康物质，如类胡萝卜素 carotene， 这是一种赋予它们鲜艳色彩的抗氧化剂。这些抗氧化剂有助于防止细胞受损，特别是那些制造胶原蛋白的细胞。此外，它们具有抗发炎特性，有助于维持我们讨论过的健康关节环境。将甜椒视为双重辅助，既提供保护让一切运作顺利，又提供大量的维生素 C 作为重要的建造辅助。将甜椒纳入食谱非常简单，它们能提供美味的脆度和风味。将它们切片生吃，可以为沙拉增添色彩，或是搭配酪梨酱或鹰嘴豆泥当做点心。在做铁板料理，如法式达或热炒时，将它们与洋葱和其他蔬菜一起拌炒，将它们放入烤箱烤过以带出甜味后，加入意大利面、三明治或卷饼中，切碎后加入辣酱、汤、
炖菜和汤品中。在一天开始时增加维生素 C 摄取量的一个简单方法，甚至是在炒蛋或欧姆蛋中加入切片的甜椒。每天将甜椒纳入饮食是一种美味且有效的方法，确保身体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C， 以维持强大的胶原蛋白生产线。这将有助于您的腿部和关节保持强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过许多支持身体胶原蛋白的神奇食物，方式各异，但同样重要。这些包括直接来源，如大骨汤，以及重要盟友如甜椒和绿叶蔬菜。然而，随着您继续过住活跃的生活，还有更多神奇的食物可以支持这个重要的功能，保持您的腿部强壮和关节灵活。莓果是另一种能提供大量增强胶原蛋白、营养素和丰富口感的食物类别。想象一下鲜美的黑莓、覆盆子、草莓和蓝莓，就像甜椒和绿叶蔬菜一样，这些小小的能量来源富含维生素 C， 这使它们成为胶原蛋白形成的绝佳伙伴。然而，它们还有额外的贡献，种类繁多的抗氧化剂。这些物质例如富于许多莓果丰富色泽的花青素，非常擅长防止自由基的伤害。自由基是体内不稳定的分子，随着时间推移，胶原蛋白纤维可能会被自由基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保护至关重要。因此，吃一把莓果，您不仅提供了有助于新胶原蛋白形成的维生素 C， 还防止了现有胶原蛋白的提早降解。这就像是为您的胶原蛋白纤维同时提供了建筑材料和防护罩。将莓果融入饮食既简单又有趣。早上在优格或麦片中加入一把，用果汁机打成果昔，将它们拌入沙拉中增添色彩和风味，或是单独作为快速健康的点心食用。冷冻和新鲜的莓果都可以使用。冷冻莓果全年皆可取得，通常是在最成熟时采收，并能很好地保留其营养。将莓果纳入日常生活是一种美味的方法，可以增加抗氧化剂的摄取量，并为身体提供其胶原蛋白结构所需的维生素 C 支持。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种您可能每天都在使用，但可能没想过它与胶原蛋白有关的食材——大蒜。没错，就是看似不起眼的大蒜。虽然大蒜本身不含胶原蛋白，但它是硫素麸的极佳来源。为什么硫很重要？因为它是一种矿物质，您的身体需要它来维持健康的结缔组织，并制造胶原蛋白纤维。赋予胶原蛋白强度和结构的强大胶连 cross-links 就是在硫的帮助下形成的。将硫想象成身体胶原蛋白工厂，正确构建和完成胶原蛋白产品所需的关键组件之一。此外，大蒜含有具抗发炎特性的成分，正如我们已经确定的，这在试图防止关节和组织受损时总是有益的。由于大蒜是许多不同料理的主要食材，因此在烹饪中加入更多大蒜非常简单。在汤炖菜、酱汁和热炒中加入新鲜切碎的大蒜。若想要较温和、带有甜味的味道，可以烤整颗大蒜，然后加入蘸酱中或涂抹在吐司上。只需记住，烹饪有时会降低某些健康成分的含量。因此，让切碎的大蒜在烹饪前静置5到10分钟，有助于活化一些含硫化合物。您也可以在蘸酱或酱汁中使用生大蒜。永远不要低估这颗美味的球茎对身体创造和保存强韧结的组织能力的贡献。让我们继续看另一种容易取得且营养密集的食物——鸡蛋。特别是蛋白，它富含甘氨酸和脯氨酸这2种氨基酸。胶原蛋白主要由这2种氨基酸组成。蛋白提供了这些特定建筑积木的浓缩量，您的身体可以利用它们来创造新的胶原蛋白。虽然蛋黄含有其他营养素和健康的脂肪，就像大蒜一样，鸡蛋也含有硫，这有助于胶原蛋白的生产。
浆鸡蛋是为胶原蛋白建设工程所需的主要原料来源之一。将鸡蛋纳入饮食的方法有很多，无论是炒蛋、水煮蛋、水波蛋，还是做成欧姆蛋，它们都能成为快速且营养的早餐、午餐甚至晚餐。为了获得额外的蛋白质和有助于形成胶原蛋白的氨基酸，可以在沙拉中加入水煮蛋，使用鸡蛋作为肉饼或汉堡排的粘住剂，或将其融入烘焙食品中。每天只需几颗鸡蛋，您的身体就能获得足够的必需氨基酸，以维持胶原蛋白生产的顺利运作。接下来是一个极佳的直接胶原蛋白来源，特别是如果您愿意吃特定部位的话，贝类和鱼类。虽然鱼肉含有蛋白质，但鱼皮、鱼骨和鱼鳞的胶原蛋白含量特别高，鱼类胶原蛋白被认为容易被人体吸收，有时也被作为海洋胶原蛋白 （marine collagen） 销售。直接从食用带皮的鱼，或用于投和鱼骨熬制鱼汤，都可以获得胶原蛋白。促进关节健康的化合物，例如软骨成分之一的葡萄糖胺，也可以在虾和牡蛎等贝类中找到。除了胶原蛋白，富含油脂的鱼类，如鲑鱼、蒸鱼和沙丁鱼，还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这是强效的抗发炎剂。为了保护您的关节，并促进有效的胶原蛋白修复，必须减少发炎。每周在饮食中加入几次鱼类或贝类，是支持胶原蛋白水平和整体关节健康的绝佳方法。试着准备简单的鱼汤或高汤，在沙拉或热炒中加入虾子，或是烘烤或烧烤鱼类。请注意，如果您喜欢寿司，食用鱼皮手卷可以增加胶原蛋白。即使您不喜欢吃鱼皮，鱼肉中的蛋白质和欧米伽3对组织健康和减少发炎仍然有益。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经典的柑橘类水果。虽然我们在谈到甜椒和莓果时提到了维生素 C， 但如果不包括柳橙、柠檬、葡萄柚和莱姆，关于胶原蛋白的讨论就不算完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们以高维生素 C 浓度而闻名。对于创造胶原蛋白三螺旋结构的酵素来说，维生素 C 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您没有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C， 身体制造强韧耐用胶原蛋白纤维的能力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将柑橘类水果视为整个胶原蛋白形成过程的关键启动器。柑橘类水果很容易享用，您可以整颗食用，将果汁挤入酱汁或水中，或将果肉加入沙拉中，增加维生素 C。摄取量的简单方法包括整天在水中加入柠檬片，或喝一杯柳橙汁，最好不是浓缩还原的，且应含糖量需适量饮用。番茄是另一种支持胶原蛋白的鲜艳食物。番茄像甜椒和柑橘类水果一样，是维生素 C 的良好来源。此外，它们还含有加红素 lycopene， 这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已被证实可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紫外线会降解胶原蛋白，也可能对细胞的整体健康有益。番茄是支持胶原蛋白的灵活食材，因为烹饪它们，例如在番茄酱或番茄糊中，实际上可以增加加红素的可用性。将新鲜番茄加入沙酱、沙拉和三明治中，使用番茄糊、番茄酱或切碎的番茄作为各种食谱的基底，包括意大利面酱、辣豆酱、炖菜和汤品。定期食用番茄可以增加抗氧化剂和维生素 C 的摄取，从多方面支持胶原蛋白健康。最后，我们来谈谈坚果和种子。即使它们不是胶原蛋白的直接来源，也不含大量维生素 C， 但许多坚果和种子含有重要的矿物质，有助于胶原蛋白的生成和维护。
例如，微量矿物质铜和锌是生产胶原蛋白的酵素之重要辅助因子，还有健康的脂肪和维生素 A。另一种有助于保护细胞的抗氧化剂。铁，这些重要的矿物质可以在腰果和杏仁等坚果，以及南瓜子和芝麻等种子中找到。吃一小把坚果或种子作为点心，是摄取这些有益营养素的好方法。将大麻籽、亚麻籽或奇亚籽加入您的麦片粥、优格或果昔中。为了增加口感和营养，可以在热炒或沙拉中加入坚果或种子。虽然它们可能不像大骨汤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那样因胶原蛋白而闻名，但坚果和种子是让整个过程顺利运作的重要支持成分。从大骨汤和鱼皮等直接来源，到鸡蛋等重要建筑积木，以及富含维生素 C 的莓果、甜椒、柑橘、番茄等重要帮手，再到大蒜、坚果和种子等支持性明星，我们已经讨论了种类繁多的神奇食物。将多种这些食物纳入您的日常饮食中，是一种美味且简单的方法，可以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以刺激胶原蛋白的生产，并在您年龄增长时保持强健、有弹性的双腿和关节。请记住，您不需要一次彻底改变您的饮食。本周，从将这些食物中的一两样纳入您的日常生活开始，考虑吃一些莓果作为点心，在鸡蛋中加入菠菜，或喝一杯大骨汤。心情上最大的长期益处，通常来自于微小、规律且最持久的改变。给予身体适当的食物，让它能以最佳状态运作，使您保持活力，并能充分享受生活。您的身体是不可思议的，将每一顿营养餐点视为对未来自己的投资。这将使您能够轻松并充满活力地继续活动和做您喜欢的事情。我们希望这次关于促进胶原蛋白食物的探讨对您有所启发，并带来资讯。告诉我们您迫不及待想尝试哪些食物，或者您已经喜欢哪些食物。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想法和经验，我们社群中的其他人也能从您的见解中受益。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有用，请按赞，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别忘了开启通知小铃铛并订阅，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的任何内容，里面将充满关于如何在60岁后活出最精彩人生的建议和资讯。为您的身体加油，强化您的关节和双腿，并享受未来的每一个活跃时刻。喝彩！